上網揾份文書兼職賺錢，竟然變成全職還債。今年1月，有位女士喺求職網站揾工，好快就有老細主動請佢做文書，聽落就好正常啦。但係做下，老細突然話公司要融資，叫佢就去財務公司借錢，再將啲錢轉去指定嘅戶口。老細咧正係睇中女事主入世未深、人品單純，跟住仲恐嚇事主逼佢加碼借錢。直到有一日，老細突然人間蒸發，女事主先知道被騙，損失超過225萬啊！其實呢啲咧係典型嘅求職騙案，騙徒喺求職平台度假扮請人，入職之後咧就叫你借錢幫公司周轉，再係咁氹你加碼，借到盡咧就會消失㗎啦。記住啊，揾工之前咧要查清楚公司嘅背景，合法公司咧係唔會叫員工借錢墊資，唔好隨便交出個人資料啊！揾工都係為咗出糧，唔係為咗出錢㗎。有懷疑即刻打24小時防騙熱線1822查詢啦！